动，创到社会，感情总是行同齐。怎样爱才会讲白？怎样分才会相识？你对阮的心，阮对你的情，予世界充满美丽。感谢恁送我的花，感谢恁所讲的话，无论情我深爱我亲，总是伤害一个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。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代价。咱行过这段路，亲像刺破月。孤单放风吹，悲伤放雨飞。无论心我酸苦，我酸甘，才有恁两个。莫想遐尼多，无你怎样陪？莫问遐尼多，予你的一切。不愿想回，甘愿受罪。若讲痴情，阮是世间的最后一个。太太，我嘛转来啊！阿妹，我爱你。哎呦，你叫什么酒笑啊？你家己某拢袂啉的哦？你是我某的，你安无唔对啊？这你是啊？对啊，阮某阿叫我无唔对啊。叫你死啊！这样啊？你甲我滚！啊？是无啊？你甲我滚！你甲我讲，你两个到底走去倒？阮两个啊？对，我去听迄个连战哦，要竞选总统迄个证件，我标会。啊对，我去听阿扁的，阿扁啊当选，阿扁啊当选。当选你去死！我还搁咧送出去当选。我跟你讲哦，你莫甲我假狂假笑啦！哎呀，就是呢，听证件发表会有酒通啉嘛？啊？有人来无？迄当迄流水席办3000外刀。哦，阮两个兄弟哦，真正他妈啉死。我爱困啊，要来困。我嘛要转来房间困。我嘛一直爱困啊。你困咱两个人伫遐啦。我死你！我嘛要来困啊。困啊！你来啦！我在等啊。水王啊，你甲我讲，是安怎这阵吼，大家拢啉到水王王才转来。啊，是要讲啥？水王啊，你甲我讲啦，无要紧，我绝对吼袂生气。你倒是甲我讲吼。我拢是为着你啊。什么？为着我？你啊，因为我爱你，我真介意你啊。你死啦！爱我就爱走去啉到水茫茫。水婆啊，你毋是甲我讲你是去参加什么选举的迄个流水席？唔是，唔是我水塔。水塔。到底吼？水婆啊，来，你坐吼。你话，我无错啦，你话，我已经接受，我怎么要认地都好，你话。
美华，美华是啥？美华就是你啊！你放心，美华，我绝对袂辜负你吼。美华，你唔好走，你唔好走，我已经有等嘴，我你这好爸母讲过，我要跟你离婚。讲我是好爸母，要跟我离婚？吼，你真正是甲天公伯借胆，外口真正甲我饲查某，你。眼睛，怎么了眼睛？对吧？你甲我讲，你是毋是外口真正有查某？有啊，查某咧，查某就是你啊！查某，你外口真正有查某，你真正有查某！快谁正想？对吧？你跟我讲，你还是这样。你卖等下假死哦！你跟我讲清楚，你话到底是啥物啊？你还是这样啊？你话就是你啊，你就是我的心肝宝贝啊！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！去吧，我刚真是甲我气查某啊！水果，你甲背开！哦，还过遐早嘞，什么代志啦？咋你去死？你甲背起来！哦，我耳孔互你划破去啦，七早八早咧哀甲大细声，你想要甲厝边头尾拢甲插起来了啦？差点佫是安怎？我问你哦，手算是啥？手算？我唔知，我唔知。你唔知？哈！要甲我假生我跟你讲哦，张美啉烧酒醉，咱抹看迄个查某的名，讲啥？哦，我昨我就去听总统政见发表会。奇怪。哦，手算啦，就是迄连战的助产员啦。你莫倒甲地空地小哦！哈！昨暗甲我讲是要去听阿扁的政见，即马变成连战，你真戆哦！是哦，助选员啊，助选员种下子哦，我连你阿妈俩顶悬啦！哎呦，有影了！哎呦，手算啦嘛有影，讲叫斟水就好啊，真正这甲哦。你讲啥？啊，我讲。你真是我讲他是个小查某哦！这毋是小查某，是小哎，我这支嘴哪会遐戆啦？真正讲漏狗的。你看没甲我讲，你甲迄手算来用偌久？我唔知，无手算啦，这个人啦，无手算这个人，我甲你骗，你唔讲哦，啊好啊，恁祖妈就无甲你收敛哦，你真正袂讲，我你讲，祖妈收敛你闪走！手算啦，讲了无唔对，真正敢若好爸母嘞。好爸母，你讲你好，你才讲我是好爸母。啊好啊，真正哦，袂甘要气命，真正哦，我要气啊！唔通！嘿，小姐，唔通吃遐少，加食一寡。有的无去哦，新的无来，人嘛同款。你讲我苦的，你这我野心屁股，我怀我要跳到自杀所啊！你还别说我要跳到啦。小姐，说我帮你转好啊。说我唔吃，要用啥的？可是我若要死，你拢讲我咱全无死，你即摆连说都甲我传到好水哦。今嘛情形无共啊啦。情形无共，吼，你足恐怖的哦！你甲迄个哦有女朋友哦，都有满因脑啊，滴全一个医生共款全身了。我要跳到自杀，我坏啦！
我会知你唔甲我去死。我是要甲你讲，吹花吹较大窟的，较深的哦，跳落这会死，你唔通坐落水沟啊哦。你看啥？找一个较大窟的跳落去死？你讲无良心的嘞！你竟然叫我找一个较大窟的跳来死！我真正要来死啊！我要来死啊！小等下，顺顺啊行。都叫顺顺啊行！我要来死啦！师傅，我要来死，我无袂转来啊你。天公有保庇，要去你就较紧去啊。我真的要来死，我爽，我赞！哦，爽甲赞拢免去讲的，不然会被扁哦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雄雄，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，爱你。你是靠啥？你哪是死人了？你当然是死人啊！你讲啥？阿妈你是要安怎？水王啊，你的外口一查某啦！啊，阮水无后，去杀到外口互你食啦！你讲，啉水无啊？去外口互你才袂去。你互恁水王啊？伫外口饲查某？我知啦，一定是恁水王啊！甲阮水王啊耍歹去的啦！你又袂讲，一定是恁水某啦，带到你这种某，伊唔才去做这种代志。拜托诶，若是为了这个怪物哦，水王我要来带水王去外口外口啦！你袂见啥啦？哎，你下贱啦！我将你这个跳板！你头走路，错啦，扛！红豆已经去互抢赢，你拍什么意思的啦？对，两岸暂时和谈。合作。咱来找阿母，叫伊替咱来讲道理。对，找妈转来，假是这两个。行。对啦，啊，咱哪会到这个时阵才想到阿母？因两个囝对不起人哦。啊，咱以前都无想着讲，等会需要阿母来替咱讲话。啊对吼，哎呦，若想着讲，较早咱对伊遮尔无好，伊一定袂甲咱斗相共的啦。那安尼，咱即马要安怎？无路通行啊！老师，我伫两个咧哭哦，我规个心情拢爽起来，敢若袂爽，加少年咧20岁。毋那你20岁，我看你咧哭安尼哦，敢若真袂敢若袂输新鲜呢，爽够赞。去，较细声，当心百变。好，阿母，啊，对唔对咧？是唔对啊？阮水王啊，我到尾哪有查某咧？啊，阮水王啊，伊迄样做老实的，伊哪有迄个大堂伫外口饲查某？我知啊，我嘛晓着啊，
一定是迄个叫啥物阿德的啦，一定吼是甲伊教因两个讲，叫伊等下甲咱两个倒来教死，顺线甲咱创治。对。啊，你即摆是安怎？当然是想办法调查清楚。我是要调查啥啦？发现两个外口查某根本就是假的啊！是听讲，万一若外口有查某是真的要安怎？啊，第二咧，这个什么阿德竟然甲阮的翁这种步数来对开来，所以呢，咱两个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对，安尼咱赶紧来找征信社调查。袂用去找征信社啦，迄即马征信社足侪拢做夭寿的呢，收咱的钱替咱做代志，又搁将消息甲对方讲，另外搁趁一摆钱。哦，有啦，我捌听人讲过哦。吼，有够无职业道德的啦。所以呢，咱袂用去找征信社，万不离咱去找啊，若拄好即种，安尼毋就前功尽弃。所以啊，我得想一个办法，咱两个暗中调查。有理哦，那咧咱会省一大笔钱。是讲咱是要安怎调查啦？无彩咱两个定定咧看电视，就电视顶原所演暗中群众。啊，袂用的啦！啊，万不离若是互因两个看见要安怎？你唔通看讲因两个一口推推呢？你实在是足巧。哎哟，等咱两个敢会比因还办去哦！我甲你讲，咱着爱打扮吼，甲即马完全无共款，互因哦完全认袂出都是咱两个啦。好办法，你去群众追王啊，也我来群众阮追梦啊。到时阵看因两个啊，是要安怎导出咱两个手中心？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有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代价。对，哦，对啊，我叫阿桥安尼吼，高甜啊，遐么袂得出来了。你在开玩笑，咱昨暗呢，甲美华甲秋水要好啊呢，迄若无来哦，因真正气势跳岗哦。对，啊因人咧，人应该踮到位啦。好，我吼，临时感觉说就咧紧，我来去树仔骹放尿。好，走，我嘛要去。你够搞笑。好。来个这所再搞一回呢。来啦，中个一个啦。你哪做咩哪讲笑？袂使笑。对，千万唔通互水某甲水王发现。阮水王啊，竟然会带迄个查某来到这个所在约会，这尔有气氛的哦。较早拢毋捌带我来过遮。就是。啊，因即摆人咧啊？拄仔就讲要去头前的树下放尿啊。放尿。奇怪，啊那一点仔毒劲都拢无，敢会叫伊选去啊？应该袂啦。歹讲，凡说吼，因用迄什么金蝉脱壳之计，因根本哦，拢毋是伫遮约会啦。对哦，咱紧来去看卖咧。
爱笑死！我笑到哪里那么病去？两个做去行的真正好笑。我笑着你们做出来。唔好笑，好笑的啦。来啊，我跟你讲哦，道具拢伫遮，叫我交代去做，我拢伫遮。好，啊，恁是啥物人啊？迄三更半暝啊，敢若袂顺毛饼鬼咧，安尼雄雄问出来。你是要互我惊死哦？拜托诶，想叫你夹着的呢。是咩？爱你爱甲阮的心加归球，等你等甲毋敢记太阳球，别人敢有可能亲像像我温柔可爱的模样，像我情深意重牵你的手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雄雄干杯，从此不再想。苦苦饮落一杯酒，不愿搁再对你叫风流。从今放阮的爱真自由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雄雄干杯，从此不再想。苦苦饮落一杯酒，不愿搁再对你叫风流。从今